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8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篇，耶利米书17章20节到27节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谴责虚假。真侪基督徒的车后面真爱搭一尾鱼仔，无论是迄种希腊文的缩写，也是用英语的写 Jesus， 实在是纯粹干那一个鱼仔形。好那亲像要透过即个记号、即个大的即个物件，也是咱咧讲的 logo。来表达讲，我就是基督徒。表明家己是基督徒是非常好的一项事，但是实际顶悬的生活，是毋是会通真正搭伫后壁车后斗的即个鱼仔共款，爱有所表现呢？特别当即个连续的假期的时阵，咱若拄着即个高速公路的塞车，就会当差不多观察到一寡情景是毋是有诶搭着鱼仔的驾驶人，伊游玩会对人违规，行伫路边，也是无按照规矩来开车？其实，即种情形不离时常看到。有真侪人嘛，足爱穿迄种衫基督徒的字样的衫，或者是咱讲 T 恤。有个人还佫会写讲只有基督，或者是咱讲这是受到解决宗影响，就是5个唯一之一只有基督安尼这个影响。也是咱会当讲，这是基督徒的目标提醒。但是，若伫生活顶悬无法度表现出甲救恩相拄亲的话，若安尼穿安尼的衫，开安尼的车，就诚做信仰顶悬的虚假，也是讲咱讲骗子以色列人每一摆摕到上帝救恩，就要求爱遵行上帝的诫命甲旨意。因总是定会去表达讲，阮愿意遵守上帝的诫命啦，亲像当初时约书亚甲以色列人讲，抵到我甲我的家，必定会服侍耶和华。伫迄个了后，约书亚就要求以色列人做选择、做决定。迄个时阵是已经进入伫迦南地以色列人嘛是安尼回答。圣经讲，阮永远袂离开上主去侍奉别个神明。这记载伫约书亚上尾章24章16节。但是当因进入迦南地了后，这以色列人拢走去拜偶像敢毋是？因离开上帝敢毋是？安尼宣誓到尾就称做一个虚假的信仰，是违背上帝。安尼人对人敢会是忠诚呢？当然是袂嘛，因为对上帝就安尼耶利米安尼记载讲，耶路撒冷看，对北边来，托你看顾，你所看要的人民伫倒位呢？你一向认为讲，这个甲你同名的人来，竟然是来甲你征服，来甲你统治的，你还佫有啥物话讲呢？你要亲像山夫共款，迄个痛疼共款的艰苦。以色列人伫咧面对强敌的情形的下面，无有选择继续坚持军队上帝旨意，
脚伫两边的姜菇中间踅来踅去，咱讲墙顶的草啊吼，墙尾顶的草，咱讲徛墙派啦吼，改变因的即个政治立场即换来换去。一个换过北平的势力，一个过偏往埃及。今仔日的经文耶利米嘛提到，你一向认为是好朋友的，竟然来征服你，竟然来统治你。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来责备以色列人因的无忠心，嘛提到因掠做是即个盟友的。通来解救因帮助因，却是嘛虚伪的吼，虚假，因为要来征服因，统治因。上帝透过先知也提醒以色列人，责备因的虚假。圣经讲，如果你想要知，你为什么遭遇即种的灾难？为什么你的衣裳受掠破？王强暴，这是你看恶的罪调来。黑皮肤的人会改变伊的皮肤色吗？白敢会当除去伊身上的斑点吗？如果若会，你即种做歹代志习惯的人，嘛会惊好啊。先知也详时有言上帝对虚假信仰的人会处罚伊讲，因此上帝要甲你赶走，亲像旷野的风将这个麦吹掉。伊讲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报应。伊决定要安尼来对待你，因为你袂记即伊去刀刻假信。上主要亲自来剥下你身躯的衫，互你得到补助。伊看见你做所有怨恨的事，伊看见你伫山顶田野中间来耕种异教的生命，亲像这个淫乱无念体的负人人咧追求情乐。耶路撒冷人啊，恁惨啊！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自建呢？保罗互提摩太的批信中间，也是提醒，伫爱对这虚假不实的代志，教导佮严格的指责，因为这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，痴迷的带痴迷的，来带人进入伫迄个死亡。伊有所当地有真侪异端学说存在，有传统的偶像崇拜，嘛有犹太背景的人高举犹太教文化来干扰着真理。所以保罗安尼甲伊讲：我毋茫你留伫以弗所，我伫往马其顿去的时阵，捌安尼甲你吩咐。有人伫遐已经传无正确的教导，你必须爱命令因来停止，叫因着爱放弃遐的乌白讲的传说甲即个落长的族谱，因为这个物件只会引起争论，一点都袂当帮咱了解上帝的计划。这个计划是借着信心才会通了解的。这个命令的目的是要激发听，这个听是要对纯洁的心、清白的良知甲纯真的信心所产生的。有的人去杀这个物件，迷失伫迄个虚假的谈论的中间，因想要做上帝律法的导师。但是连因家己所讲的话，因就拢无明白，连家己遐尔肯定的主张也拢无清楚。真可惜，这个时阵基督徒看重迄个人情过伫真理，看重迄个文化传统习惯，比真理搁较
严格。好啦，亲像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伊讲，当然咱要爱了解这一点，律法毋是为着好人制定的，是为着遐个不法、无受拘束、无敬虔、犯罪、藐视宗教、贪恋世俗、抬爸抬母、谋杀、淫乱、侵难色、诱拐、白贼、做假见证、违反健全教义等一类的人所定的。这种健全的教义是根据福音，就是迄个应要谈上赞的上帝所教导我宣布的。真理绝对毋是迄个徛伫妥协的基础的顶悬。如果咱讲只有基督，安尼就必须爱倒转来只有圣经的教导。基督徒只有会通活伫真理的规范的下面，才有真正的信仰。若无，就诚做虚假的信。诗篇14篇，戆人的内心讲无上帝，因拢腐败做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做好。上主对天压落来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。有找求上帝的人也无，因拢行迷路，平平变做有诶，无人做好，连一个拢无。做歹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在食饭。因无求叫上主，做歹人为大惊吓，因为上帝伫义人的中间。善车人计划，令互因失败。毋过上主是因的避难所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释安出。愿上主带伊受领的子民倒转来。迄时以色列会欢喜，雅各会快乐。求主帮助阮，愿意对心底来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互阮真心实意来追求真理，活出见证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